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嘴巴发苦、头昏脑胀，那不是熬夜的错，而是肝在求救。我当医生40多年，看过太多人因为忽视这些信号，最后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就在上个月，有一位病人50出头，是个做工程的老板，身材壮硕，看起来很健康。他每天早上照镜子都觉得自己只是累，工作压力大嘛，谁不累呢？他这样安慰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太太发现他的眼白开始泛黄，皮肤也跟着黄起来，整个人看起来就像蒙了一层灰。那时候才惊觉大事不妙，赶紧拖着他来医院。检查肝指数飙到正常值的5倍，胆红素也严重超标。他坐在诊间里，手一直在发抖，问我：医生，我还有救吗？肝就像默默工作的工厂，从不抱怨，但当它坏掉时，一切都太迟，你知道吗？肝是身体里唯一没有痛觉神经的器官，它坏了也不会告诉你，不会痛，不会痒，不会给你任何警告。等到你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是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前兆了。这不是在吓你，这是我在诊间里每天都在看见的真实故事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年轻身体好，偶尔熬夜喝点酒吃点油炸的东西没关系，但肝不这么想，他每天都在帮你处理这些负担，他在默默承受你给他的每一份压力。当他累垮的时候，你的健康也就跟着垮了，而且往往是突然垮掉的，让你措手不及。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如果错过这3分钟，你可能错过了救肝的黄金时机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从师父那里传承下来的清肝秘方，用了30多年，帮助过上千位病人。这个方法简单、安全、有效，而且用的都是你家里就有的食材。如果你现在正觉得身体沉重、睡不好、容易累、脾气变差，如果你早上起床觉得嘴巴苦苦的，如果你照镜子发现脸色越来越暗沉，这个方法可能就是你需要的答案。不要让肝的呼救声被忽略，因为当它真正倒下的时候，你会后悔没有早点开始照顾它。那时候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健康。请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里收看这部影片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在下方留言，并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追踪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肝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化学工厂，它的重量大约有1.5公斤，但它每天要做的工作却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如果身体是一个国家，那肝就是最忙碌的环保局，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垃圾和毒素。当你吃油炸鸡排、喝啤酒时，肝都在默默分解毒素，它要把你吃进去的脂肪转化成能量，把酒精代谢掉，把药物分解成无害的物质，还要制造胆汁帮助消化。光是这些工作就已经够忙了，但肝还要做更多。你可以把肝想象成一条高速公路，血液就像车子在注各种物质进来，每分钟大约有1.5公升的血液流经肝脏。肝脏的工作就是把有毒的车子拦下来，检查、处理，然后让前进的车子继续上路。如果这条高速公路塞车了，整个身体的运作都会出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肝脏还负责储存维生素和矿物质，特别是维生素 A、D、E、K 和铁质。它也负责调节血糖。当你血糖太低的时候，肝会把储存的糖原释放出来，让你有力气继续活动。它还要制造凝血因子。如果你受伤流血，就是靠肝制造的这些凝血因子才能止血。此外，
肝脏还要负责代谢蛋白质，制造身体需要的各种蛋白质，包括白蛋白和球蛋白。这些蛋白质维持着血液的渗透压，让血管里的水分不会跑到组织里去，造成水肿。可以说，没有肝的保护，任何健康都只是表面的假象。但问题是，肝太善良了，它从来不会含泪。即使它已经受伤了，即使它的细胞已经开始坏死了，它还是会尽力工作，用剩下的健康细胞继续撑住，直到真的撑不下去为止。所以很多人在发现肝出问题的时候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听懂肝的语言，了解它什么时候需要帮助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可能就发生在你身边，也可能正在发生在你身上。让我跟你说说张伯的故事。张伯58岁，来自台中，是个做贸易生意的老板。他每天都要应酬，客户要陪，员工要聚，餐桌上总是少不了酒。他不是那一种喝到烂醉的人，但也常常小酌个2-3杯，有时候甚至要喝到半瓶高粱。晚上应酬完回家，已经9点10点了，肚子还是饿的，就吃个宵夜，炸鸡、卤味、泡面、咸酥鸡，什么方便吃什么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吃饱了才能睡，他是这样想的。但是睡眠品质越来越差，他常常半夜2-3点醒来，然后就睡不着了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想着公司的事情，越想越烦躁。早上闹钟响的时候，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好像根本没睡过一样。他总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，顶多就是容易累，但做生意的人哪个不累？他以为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从来没想过要去检查。他的朋友也是这样，大家都在拼，都在忙，偶尔身体不舒服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太太发现他的脸色越来越黄，眼白也开始泛黄。一开始，张伯还不以为意，觉得可能是灯光的关系，或是最近太累了。但太太很坚持，一直催他去看医生。张伯自己也注意到，嘴巴常常发苦，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那种苦味让他根本不想吃早餐。连喝水都觉得苦，而且他的脾气变得特别暴躁，一点小事就会发火。员工说错一句话，他就忍不住骂人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怎么翻都睡不着，整个人烦躁得不得了。太太硬是拉着他来看诊，抽血检查医验，肝功能指数都超标，转氨酶是正常值的3倍，另一个肝指数更是高到80几。肝功能已经出现明显的问题了。我还帮他做了超音波，发现肝脏已经开始有脂肪肝的迹象，整个肝看起来就像蒙了一层油。张伯当场愣住，他完全没想到自己的肝已经在发出警讯。他问我：医生，我真的没感觉到痛啊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这样的病人我见太多了，他们都以为肝不会痛。确实，肝没有痛觉神经，但它会用其他方式告诉你：嘴苦、疲倦、皮肤暗沉、睡不好、脾气暴躁、消化不良，这些都是肝在喊救命的信号。最可怕的是，肝没有神经，它坏了也不会告诉你。等到你真的感觉到痛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是很严重的状况了，可能是肝硬化，甚至是肝癌。张伯算是幸运的，他还有机会调整，还有机会把肝救回来。但如果他再晚一点来，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。我问他：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信号其实早就出现了？他点点头，眼眶红了。他说他后悔没有早点注意，后悔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用不坏的机器。他说他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家人。朋友，如果你现在也有这些症状，千万不要等。肝不会骗你，但它也不会一直等你。现在
我要告诉你3个最常见的肝脏求救信号，如果你有其中1个，就该开始注意了；如果你有2个以上，那就真的要赶快行动了。第一个信号，肝气郁结。什么是肝气郁结？就是你常常觉得胸口闷闷的，肚子胀胀的，好像有一口气卡在那里，吐也吐不出来，吞也吞不下去。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叹气，一天可能要叹10几次气，而且叹完还是觉得不舒服。情绪也比较低落，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有些人还会觉得喉咙好像卡了什么东西，吞口水的时候特别明显，但去检查又查不出问题。这就是肝气不顺的表现，气血循环不好，整个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我有个病人是个40多岁的上班族，他就是典型的肝气郁结，每天上班压力大，心情不好，回到家就觉得胸闷，吃饭也吃不下。他以为是胃的问题，吃了很多胃药都没用，后来才知道是肝气郁结造成的。第二个信号，肝火上炎。如果你最近特别容易生气，一点小事就会发火，家人说话大声一点，你就忍不住要骂回去，嘴巴也常常觉得甜甜的、苦苦的，怎么喝水都不解渴。晚上睡不好，即使睡着了，也容易做噩梦，或是半夜突然惊醒，这就是肝火旺的症状。肝火一旺，整个人就像被点燃的引信，随时都会爆炸，而且你会发现脸上容易长痘痘，特别是额头和两颊，红红的，又痛又痒，眼睛也容易发红，浅色，看东西有时候会模糊不清。有个病人跟我说，他最近脾气变得特别暴躁，在公司跟同事吵架，回家跟太太吵架，连看到小孩玩玩具都会生气。他自己也知道不对，但就是控制不住。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肝火很旺，肝功能也开始出问题了。第3个信号，肝胆湿热。这个症状比较明显，你会发现皮肤变得油油的，特别是脸部和头皮，常常才洗完头没多久，头发又油了，脸色暗沉，看起来没有光泽，舌苔又黄又腻，刷牙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清楚，身体也觉得很沉重，好像背了一个大石头，走路都觉得累，爬个楼梯就气喘吁吁。更严重的话，可能还会出腺黄疸，皮肤和眼白都会泛黄，小便的颜色也会变得很深，像浓茶一样。这就像引擎卡油，整台车都跑不动。肝脏如果充满湿热，整个身体的代谢都会变慢，毒素排不出去，人当然会越来越不舒服。大便也可能会黏黏的，不成形，每次上厕所都觉得排不前进。这3个信号，任何一个出现，就该开始护肝，不要等到3个信号同时出现，那时候肝脏可能已经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修复起来会更困难，更花时间。好消息是，肝脏是可以修复的，它有很强的再生能力，只要你愿意开始照顾它，给它一点时间，它就会慢慢恢复。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我用了30多年的清肝秘方。现在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我用了30多年的清肝方子。这个方子是我年轻时候师父传给我的，师父又是从上一代学来的，算起来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我用这个方子帮助过无数的病人，效果真的非常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方子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取得的食材，不是什么昂贵的药材，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任何人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。你到传统市场、超市，甚至便利商店都买得到。这个方子很简单，只有4样食材：绿豆20克，清热解毒，帮助肝脏排出毒素。绿豆性凉，最适合用来清肝火，把体内积累的热毒慢慢排掉。中医古籍《本草纲目》救济在绿，豆能解百毒，是天然的解毒剂。薏仁20克，祛湿利水，
把身体里多余的湿气排掉。很多人肝不好，其实是因为体内湿气太重，湿气一重，整个身体的代谢就会变慢。薏仁就是专门对付这个问题的，它能健脾祛湿，让身体轻盈起来。百合10克，清心安神，让你睡得更好。肝脏要在夜晚才能好好修复，如果你睡不好，肝就没办法休息，再好的方子也没用。所以百合在这里非常重要，它能安抚你的心神，让你睡得又深又沉。红枣3颗，补气养脾，调和其他食材的性质，让整个方子更温和，不会太寒凉。因为绿豆和薏仁都是偏凉性的，如果没有红枣来调和，有些体质虚寒的人可能会受不了。这4样东西放在一起，就像一个完美的团，对绿豆附则清理垃圾，薏仁附则排出湿气，百合附则安抚情绪，红枣附则协调平衡。它们一起工作，就能让肝脏轻松起来，慢慢恢复活力。我每次煮这个方子给病人看的时候，都会用一个小小的陶锅放在炉火上，慢慢的煮。水开始沸腾的时候，绿豆的香气就飘出来了，那种清新的味道让人闻了就觉得舒服。整个诊间都充满了那股淡淡的豆香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心情平静了下来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这不是药，这是食疗。药是救急的，但食疗是养命的。你每天给肝脏一点帮助，它就会回报你健康。这句话是师父教我的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也传承给我的病人。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方子也是有科学根据的。绿豆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和黄酮类化合物，这些物质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，可以保护肝细胞不受自由基的伤害，减少肝脏的发炎反应。薏仁则含有薏苡仁酯，含多种维生素 B 群，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毒素，同时还能降低血脂，减轻肝脏的负担。百合含有生物碱、秋水、鲜碱和多糖体，有镇静安神的作用，能够改善睡眠品质，而且还能滋阴润肺，对于肝火旺盛引起的口乾舌燥特别有效。红枣富含维生素 C、铁质和多种矿物质，可以补充能量，提升整体的免疫力，而且它的甜味可以调和其他食材的性质，让整个汤喝起来更顺口。我常说一句话，连喝3天，身体会告诉你，我变轻了。这不是夸张，是真的。我自己也常常煮这个汤来喝，特别是工作忙碌、压力大的时候，喝了就觉得整个人都舒服了。这些年来，我看过太多病人照着这个方子做，3天后回诊，他们都说气色变好了，睡得更沉了，早上起床也不会再嘴苦了。有个病人甚至跟我说，他觉得整个人都轻盈起来了，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，走路都比以前轻快，爬楼梯也不会喘了。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士，她之前常常失眠，半夜醒来就睡不着，白天又累又没精神。喝了这个汤3天之后，她告诉我，她已经好久没有睡得这么好了，一觉到天亮，而且早上起床觉得神清气爽。这就是食疗的力量，它不会立刻见效，不像西药那样快速，但只要你愿意坚持，身体就会用最真实的反应告诉你，这是有用的，这是值得的。现在我要一步一步教你怎么煮这个清肝汤，每个步骤都很重要，这样你回家就可以马上开始，不会手忙脚乱。第一步，准备食材：绿豆20克，薏仁20克，百合10克，红枣3颗。如果你不确定重量，没有电子秤也没关系，可以用家里的汤匙量。绿豆和薏仁各2汤匙，抓起来大约是1小把的量，百合1汤匙就好，红枣3颗就刚刚好。
食材要选择品质好一点的，绿豆要选颗粒饱满、颜色翠绿的；薏仁要选白色的，没有发黄的；百合可以用浅百合或新鲜百合都可以；红枣选择果肉厚实、没有虫蛀的。第二步，清洗和浸泡。把绿豆、薏仁、百合放在碗里，用清水冲洗前净，要洗2到3次，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洗掉，然后加水浸泡30分钟。这个步骤很重要。浸泡过的豆子比较容易煮软，营养也更容易释放出来，而且煮的时间也可以缩短。红枣用水冲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浸泡。如果你想要汤的味道更甜一点，可以把红枣切开，让枣肉的甜味更容易释放出来。第3步，开始煮。准备一个陶锅或不锈钢锅，千万不要用铁锅，因为铁锅容易跟食材产生化学反应，影响效果，也可能会让汤的颜色变黑。把浸泡好的绿豆、薏仁、百合和红枣放进锅里，加入1000毫升的水，大约就是4碗水的量。用大火煮滚之后，你会看到表面有一些泡沫，这是正常的。用汤匙把泡沫捞掉，然后转小火，慢煮30到40分钟。记得一定要用小火，不要用大火，否则水会煮前，豆子也容易煮烂。煮的过程中可以偶尔搅拌一下，避免粘锅。你会看到绿豆和薏仁都煮得软软的，有些绿豆会开花，汤汁变得稍微浓稠，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如果你喜欢喝浓一点的，可以再多煮10分钟。第4步，怎么喝？把汤放凉一点，大约到温的程度，就可以开始喝了。记得不要加糖，因为糖会增加身体的负担，反而不利于肝脏的修复。如果你真的觉得太淡，可以加一点点蜂蜜，但不要加太多，1小时就够了。这个汤可以当成1天的饮用水，慢慢喝，不要一次喝完，最好是早上空腹喝1碗，大约200到300毫升，下午3、4点再喝1碗，晚上睡前可以再喝1碗，剩下的可以放在冰箱，隔天再加热来喝，但最好不要放超过2天。有些人问我，豆子和汤要一起吃吗？可以的，豆子里面也有很多营养和纤维，一起吃效果更好。但如果你不喜欢吃豆子的口感，只喝汤也是可以的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喝的时候要温热喝，不要喝冰的，因为肝喜温恶寒，冰的东西会让肝的气血循环变差，反而达不到效果。我的师父说，这不是药，是让身体回到平衡的方法。你不需要急着看到效果，不要今天喝了，明天就期待会有大改变。食疗需要时间，需要坚持，只要每天坚持喝，3天之后，身体自然会告诉你答案。记住，绿豆、清热、薏仁、除湿、百合、安神、红枣、吊荷，这4样东西一起工作，就能帮助你的肝脏恢复活力，让你重新找回健康和轻盈的感觉。好了，现在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，接下来就是行动的时候。我知道很多人听完了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但回到家就忘记了，或是觉得麻烦，就一直拖延。但我要跟你说，照顾身体这件事，拖延不得。3天后，你会发现气色变好，睡得更深。你会注意到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嘴巴不会再那么苦了，不会再有那种恶心的感觉。照镜子的时候，脸色也不会那么暗沉了，眼睛也会比较明亮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不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的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。你会发现自己不会那么容易累了，做事情比较有精神，心情也会变好，不会动不动就生气或烦躁。这些改变可能很细微，但你自己一定感觉得到。试试看，让肝轻松一下。你的肝脏已精卫，你工作了这么久，
从你出生到现在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从来没有抱怨过。现在是时候好好照顾他了，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，让他恢复活力。这个方法简单、安全，你不需要花很多钱，4样食材加起来可能不到100块钱，但它能带给你的健康却是无价的。也不需要很复杂的步骤，只要花30分钟煮1锅汤，就能照顾你的肝脏。这比你去买一堆保健品还要有效。为自己，也为你爱的人分享出去吧。如果你的家人、朋友也有这些症状，也常常觉得累、睡不好、脾气差，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。健康是最好的礼物，而这个礼物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，让更多人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肝。我看过太多人因为忽视身体的信号，最后走到无法挽回的地步，等到真正病倒了，要花的时间和金钱远远超过平时的保养。但我也看过很多人因为愿意改变，因为愿意开始照顾自己，而重新找回了健康和活力，找回了生活的品质。护肝就是护命，你的肝脏不会说话，但它会用最真实的方式回应你的照顾。你对它好，它就对你好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照顾好自己，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责任。你健康了，家人才能安心，才能幸福。不要让家人为你担心，不要等到病倒了才后悔。从今天开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为自己做一点改变。3天，只要3天，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自己。下次建愿你和你的家人都健康平安，都能拥有轻盈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。记得肝好，人就好。